新闻一开始来看，桃园中坜一间国中传出一个8年级的查某学生，亲像长期被一名9年级学生囡仔欺负。顶礼拜六，学校咧办活动，一个查某学生甲同学发生纠纷，雄雄就对5楼跳落去。经过手术，目前人是搁伫家护病房。看到真平静国中的校园发生8年级的查某学生跳楼的事故，有民众讲，一个查某学生哪像长期去互一名9年级的学生精神霸凌，可能记载袂掉怎咧跳楼。根据救护送病院，目前已经完成开刀，伫家护病房观察。学校讲，这个查某学生真乖，家长讲伊无讲过伊去用霸凌。发生这样的意外，我们其实都也很舍不得啦哈。那但是呢，事情发生，我们后续的处理，尽速的做成一个霸凌的调查的成果，然后呢厘清真相。代志发生迄天是顶礼拜六，学校亲子教育活动日，这个学生协助资源回收的工课，甲同一间学校的学生起完家了后跳楼，学校发现了后，随进行救护，也通知家长，详细原因还会调查。后续学校也会协助持续关心孩子的复原状况，以及全力关怀及协助家长一些相关的后续的需要。市长张善政伫人面册发文讲，受伤的学生因父母讲，这个囡仔真善良，应该有一个诉求，希望会当调查清楚是安怎会跳楼。市长嘛甲因挂保证，绝对会调查清楚这件代志的真相，所有监视器的画面拢会保留，接受调阅。目前学校已经有做校安的通报，启动霸凌的调查小组，赶紧理清代志的头尾。嘛针对受伤的囡仔因迄班的学生做情绪的辅导，甲减压的活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